那之后会跟韩市长确定有要见面了吗？然后会帮他选总统吗？我应该会安排时间跟他见面。那院长现在有中常委提出个案子，就是希望说，现在党内初选剩下4位的参选人都去列到不分区立委的名单里面，你怎么看这件事情？那是要尊重党中央自己的做法。那跟他见面的话，会当他的这个竞选总干事吗？那是假设性问题。所以之后是要继续自己选到底，还是帮韩市长选？因为我们国民党总是一定要团结。院长会希望自己列在这个不分区的这个名单里面？谁呀？你希望之后下届还会再列在不分区的名单里面？可能吗？开玩笑吧。所以你不要吗？如果可能是开玩笑，是您不要还是？那说开玩笑啦，还不清楚吗？所以您不要这个不分区的？我说不会留在立法院，不会去当副手，这都很清楚。那还要帮韩国瑜操盘吗？之前有帮他造势，现在要选总统了。这个我过去是支持他选市长，支持他当好市长。谢谢啊，不支持当总统，对不对？可能想要联署吗？